一份手信收唔收，竟然成為兩個人永遠無法修補嘅遺憾。楊穎喺社交平台發文，話多年前同好姨因為一場收手信嘅小誤會，令好姨誤以為自己被嫌棄，從此兩人斷絕聯絡。而家好姨走咗，呢份遺憾永遠冇機會彌補。劉月好，人稱好姨，前亞洲電視藝人，2026年農曆2月於香港靜靜離世，享年75歲。消息有昔日圈中舊友張偉喺社交平台公開一張遺照後，先至廣為人知。遺照選用佢年輕時嘅照片，上方黃紙寫住化命終於丙午年2月，一句話道盡一個傳奇女人嘅終結。劉月好嘅一生係香港娛樂圈入面一個極為獨特嘅存在。1951年出生，1996年45歲嘅佢做咗一個令所有人嘩然嘅決定，報名參選亞洲小姐。喺一個以年輕為優勢嘅選美舞台上，一個45歲嘅女人昂然出現，一時成為話題人物，被封高齡亞姐。但係參選途中，佢捲入一輯裸照風波，最終被取消參選資格，無緣決賽。呢段經歷係好姨人生入面最轟動嘅一頁。落選之後，佢順勢踏入娛樂圈，先後接拍《偷情男女》、《圍村有嘢搞搞震》、《玉蒲團》等電影，亦亮相成人節目《歡樂勝今宵》，其後逐漸淡出幕前。1998年，佢喺寓所因藏毒被警方拘捕，事後更公開投訴警員搜身方式，事件一度成為社會新聞焦點。晚年好賭嘅佢深陷賭博泥潭。2007年，佢喺郵輪賭場內與人發生爭執，盛傳遭多名賭客掌摑，送院驗傷。更有傳聞指佢因輸光積蓄，欠下賭債，喺旺角街頭遭人貼街招追數，甚至被伏擊。呢啲傳言係佢晚年最心酸嘅部分，但係張永嘅悼文帶出咗好姨另一面，一個熱情好客、重視情義嘅女人。據透露，兩人雖然唔同期出道，演藝工作上亦冇正式合作過，但過去10幾年，只要佢從外地返港，好姨都會主動相約一大班圈中朋友聚會。呢份待客之道，令張等念念不忘。截至那一次，一份手信，一場誤會，好姨以為自己被嫌棄，從此唔再聯絡。將會幾次想解釋，但係人與人之間有時就係咁，一步踏錯就再踏唔返去。如今陰陽相隔，希望好姨在天之靈能慳到我的悼念，一路走好。呢幾句說話係張遠唯一可以做嘅事。好姨嘅一生充滿爭議，亦充滿傳奇。45歲參選亞姐，捲入風波，踏入娛樂圈，晚年沉迷賭博，最終靜靜離開。每一個轉折，都係一個時代嘅縮影。他嘅故事唔係成功勵志嘅那種，而係真實人生嘅那種有笑、有淚、有遺憾、有無法挽回嘅一份手信。願劉月好女士一路好走，安息。如果你有見過或者記得好姨嘅故事，歡迎喺留言區留下你的思念，為她送上最後的祝福。